你台湾北部的山野，就头先讲啊，樟树、茶啦、木材，然后梅壳、西红呢。所以你台海虽然你的地处偏僻啦，不过呢做国际贸易哦。國際貿易。元正唔係聽西馬朋友去太好啊！我都經常去那9張號啊，你看學下教地去啊。做地。咁看要遷到嘅樓街係乜嘅？做嚟去計掉啊！不路計。各位同學，準備上課咯。好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維基百科。我係台海導覽員范凡才。今日我讀台海嘅歷史、文化、憲法，來發覺台海好看、好聊、好搞嘅素材，其他來台海立行。今日現場出了我語文呢，他就3位當好立行嘅3位同學，你請佢自我介紹。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彥金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冠。頭先我同學三早就講圖啊，寫下這去聽下台海聊吼，係啦，台海有凍江吼，凍江有乜嘅呢？有情人橋，佢有個有山有水吼，凍風景凍河啊，還有羅蓋呢，有個凍河看呢，排羅立面啊，還有上門水庫啊，還有河西的豆腐乾啊，哦，還有木器哈嘅家具哈。當好看哈，所以當歡迎土石阿姐咧，我台海聊。一定啦。先生，我想問講，咱係喺頭一擺去台海，係天10個土太家去，土個西摩去個位嘅係哪位呢？了，我台海是真浪漫的所在呢，是情人橋。情人橋，情人橋有乜情人橋呢？佢就當路嘅吊橋。佢在民國24年的時候開好咯，2孔嘅鐵線橋當江啊，因為以後個交通啊，所以佢在民國48年的時候做康庫里嘅橋咧哦，台海鬧熱起來嘅時間呢，個交通呢是蠻好是改建啊，以下呢，你個路街嘅海流啊做到順條。啊，凍江把洛可可式建築個街屋裡面呢做2片，安布頭呢還會點火電光呢非常的羅曼蒂克，所以我當歡迎來台海聊。好，咁所以土石阿冇去嘅會有嘛？我覺得個東羅曼蒂克就錯，就個個吊橋。係啦。趙新頭吼去老街去配位聊天哦，按不頭去點火，還好看。係啊，成個老你行程規劃一定愛去。你點解想去啊？係啊，做得去冇？做得冇？冇。強面啊！冇當電燈泡。強面。好。先生，我喺土西摩去吼，我想聽眾佢問我一個問題啊，佢講台海用辦法用到台海。你個問題真好啊！你都個清朝嘅乾隆年間啊，就是你福建然後廣東人來入去打拿啊，而按好嘅素材呢，唔知按怎乜個名係原住民泰雅族原住民講，塔可咸，其實按個，塔可咸。原出名係塔可咸落嘅，你可以翻譯嘛？台姑咸、大姑縣，縣都不好聽啊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地方縣都不好聽啊，所以呢，該李騰芳啊，其實中到舉人啊，考試考到咧，其實加咗科學啊科，所以呢，台可咸，咸，咸。該砍一砍嘅砍，台可砍錯，到廣西12年以後呢，劉銘傳啊，是來打是來治台灣嘛佢冇錢啊，慈禧太后冇本佢錢啊，佢所以簽
请了咧菜园来做基金，哦，都淡水啊，淡水嗰度咯是上酸，逆流而上，20万年啊，让大了位，哇，咧冻到啊樟树，叫哦咧好，樟树咧买子就签啊，哦，所以其实发展咧樟树诶事业，其实讲咧太苛刻，我看到全部散啊，所以科学啊科字呢，当个大家30條啊。喺1895年嘅時節，就日本啊來管理，日本就講啊，你三不時唔好，就改台海，台海是台水嘅意思，它嗰下嘅意思嘛，佢原住民嘅意思嘛，叫做台水啊，錯，是，所以台海呢，就連日本時代是改咗做台海。就像慢慢按用年變下來，從日本時代按用年經到按用嘅台海嘅名稱就出嚟。錯，所以塔可汗原住民嘅法講塔可汗，泰可坎，泰日本人講3不時唔好啊，所以可能台海，這邊台水，到原住民講台好吧，你睇台好吧就大漢溪嘛，大漢溪。佢是位於一台灣呢向北部向嘅流水嘅一條河壩，做一啲三文樹塊較開始呢向北經過一啲嘅台海、三峽、新莊啊，到一啲艋舺艋舺要到淡水出海淡水嘅佢哋五口通商之一啊，當到嘅外國嚟上面嘅所以一啲台灣北部嘅產業是頭先講啊，樟樹、茶啦、木材，然後嘅煤礦市場咧，就係集中到大溪順流而下，4點鐘是到一啲淡水嚟咯，4點鐘流水嘛係，下就多咧，錯，到咧到潤到對面一啲嘅福州、漳州還透過咧。香港荷蘭東印度公司啊，將你歐洲人一點好東西將攞差啦，容易買當好價錢。所以啲台海雖然係呢個地處偏僻啦，不過呢做國際貿易先生係想了解一下，就係像以前啊，台海係咪像東鬧嘅？當時呢是就大拿甜甜啦，佢轉運嘅產業嘅時間呢是介入農業甜甜介入農業，台海呢佢台灣嘅產業沒有樟樹嘛，個樹長起啦，種兩種東西，一項是茶，一項是竹筍，綠竹生嘅筍綠竹筍，兩個，一茶呢要乜嘅名呢叫？喺日本時代啊，做上面嘅所在，按照新豐里上面所在，起建三井產業公司呢，起建製茶所做茶做出來按照日東紅茶，其實用呢大漢溪嘅水啊，到淡水、香港到歐美，你銷售到歐美，世界一等好茶。出去外國就錯咧。係，嘅風茶，日東風茶，一茶，它除了茶以外呢，你喺台海除了豆腐乾以外呢，茶是最有名嘅，有名。自家就吃到豆腐乾甜甜嘅，錯啊！我茶咪是當有名我嘅定好。先生，我想請問嗰老街啊，地北度有乜嘅特色？一啲台海老街呢，到平日冇窮㗎，你看下，我覺建築物係北港沒有呀？真強唔係，你係台海你等你可以發嚟呢，就4年1818年，1818年假期年其實都新莊辦起啲台海，佢上臨平後先生，佢就5屆來佢就做官嘛做官要簽呢是來到啲
台海去开发土地，你上展开位啊，哈，你两件延期个200-300个土地呢，去哪去？错，伊过量你系水利啊，做出去的时间呢，该钱是真多，所以去动用钱啊，都你台海个板东岸去等进发的所在呢，最贵的所在就不错嘅。伊期间府去台呢，4甲1幾多平呢？12000平嘅屋，都見啊！你台灣冇嘢人屋就幾人睇，按落通義地，佢個圍牆呢用石頭結起來啊，哦，做隻山門，做隻山門，哦，拆後呢，你個都市計劃可以錄係乜嘅？啊，日本時代其實嘅用啊，台海裡有啦，專門錯山。也冇鐵路，也冇公路，我板橋啊哈，土地當河，個當地種嘛哈，交通方便，所以呢啲台海嘅通義地啊，就建出來送俾日本政府。日本政府做咩？台校國民學校，中央市場，或者台運動場，還有呢多目標體育場啊，還有網球場，是咁樣打的。其實半導體個板橋去嘛哈，林家發展，山路大錯哈，呢度個大，個你開路嘅時間啊拍攝咧，大家對你林本源咧當有印象啊，跟那個拆天樣個真呢，所以佢頭嘅戲嘅運動片係看推當過，呢個上門係。樣式啦，嗰啲唔係白講啊，嗰隻石頭，嗰石頭呢是林雄祥啊，林本源嘅後台啊，林雄祥寫嘅就是林本源發祥之地，開始都喺度呢，唔係姓名啊，嗰是石頭哈，石頭。其實可能，用冇本係先，來拍啊，係你台海，你台海頭唔關，烏色啦，烏色，你就看咩？出來，頭唔關係黃色啦，黃色。先生啊，想問一下，就係。你啊，來看嘛，不過我有第一隻位數就是對太海有嘛，啲中央市場，佢到今日佢到底係哪位有了？好，有問題清楚。我哋哪裡提出來說明一下哈。也是台海路街哈，路街咧和平老街、中山老街中央路啊，佢啲板東岸，安樣。查落攞就錯嘅，安泰嘅，安泰嘅，哎呦，係規則就係嘅錯白講嘅位數就錯嘅，唔係按白講啦，實槍啊嘅，門啊，上門，上門，頭先講嘅係，即係金華區嘛嗬，你係是按照和平老街度啲，中山老街度啲。中央老街度啲要包圍的哈，該和平老街就乜個好可能呢？是看起來，然後呢街屋立面哈，頭先講啊，你做嘅國際貿易啊，你請到嘅顧客呢，外國嘅阿多啊嗬，看，莫怪自己看起來就巴洛克式，看過就鹽府啊，真見啊，KANE， 幹嘛意思？上林、上旺、上壯，上溜嘅上，上劇對當過就你想啦，因為啲台海哦，漳州人啊，你講嘅係閩南話，我想香港係講啊，講嘅講 KANE 講啊，咁外國嘅顧客呢，你講我係講老闆哈，討價我唔是嘅，唔是門人去看到。你看名牌就錯，係咁樣啊。你喺街屋裏面呢，建築成民國的班煙啊，西元1919年啊，家下是大正的班煙
啊。金阳话是去了呢，认为个当初鱼的个母啊，青海鱼啊，跟日本政府是讲，你爱有钱，跟盖入唔强让，来条线，结果抄出来了，拆开，就是拆拆了，嘿，要拓宽道路啊，哦，拆开的时间呢难看，好，你就当有钱，好，来，我看呢，鱼咧，街屋里面，啊，拍了啊，你拍了。你也有钱，你是做好酱，你也没钱，小康之家呢，你是意思安尼啦，啊，甲当过诶，请到你发愁啊，请到发愁。时常咧抓迄马介东西，做的老人哋是讲一下抓迄马介通武行迄马介意思嘛。好，抓紧呢，无依救主抓紧呢，其实讲啊，爱。系上网也是上车，要么讲呢？你在晋朝的时节啦，你江宁地区啊，有个黄乌衣巷，你是通俗地方有啊，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刚才全部带入声音啊，赫有名的，拍摄啊，那是伊个救主啦啊，因为日本系统的建筑，所以有家徽啊，他就当过呢，那叫 Q 呢就求，拜托你，求你，求什么呢？长得跟狮子酸泥一样。健康、活泼、可爱的双胞胎，恋爱不卡，酸泥呢是龙生九子之一呀，照顾到你的享福啊，享福，安良人，清酒技师啊，龙生七耶，先生按下抓不抓迄抓条的迄嘛个？哦，嗰是白鹤，你讲拍鹤去到个松树下。松鹤延年，好嘛哈？唔过佢冇按蛋孙，这意思呢？佢到南海一片啊，南海一片，了未？一松鹤做个有个落个这个行啊，新竹人闽南话那个新德馆哈，做个说得了，佢当有钱呢，唔过佢当上来怎么？想要做官啊，领国家俸禄啊，所以像松鹤竹鹿也是个上好得落。原来是，所以佢松树老拍好啊，上好就等好嘛，做个得禄就是官位，其实俺妈想喺墙门跟抓不抓迄？孔雀，孔雀，你迄嘛个喏？叫做鳌鱼。鳌鱼呢？你是讲闽南话讲啊，你捉鳌。你这点位，你还强嘞，你捉鳌。天一章呢，考试要独占鳌头，让有希望啊。第三呢，佢会配水，会配水的时间，跳白毛消防用器啊，你系。和平路街呢，当到木器行啊，做木匠的我开始点样了嘛，火烧无啊，所以呢，家下冇消防队啊，自求多福，所以拍了当过就熬夜时间防治火灾。应该做的本来可以哈嘛，做的起码该东西。全部杀过。先杀。按太行就那位好搞安哦。很多后尾巷。后尾巷，你要讲呢？你台海发展啊，全部以庙为中心你介入的除了两只大庙，一个福音宫，一个是普济堂咁庙的后背呢，当台贡皮啊，贡盖皮，冇戏冇。个台海东南亚时节啦。睇到请到嘅流动人口嘅临时工啊，台海贡献当多
所以请到个老板卡哈，是讲年轻力壮的工人呐。结婚就嘿，其实在遐打工哦，工钱当好，打工度假，好不容易赚到钱，唔敢钱财用啊。不过去改革食衣住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就俩命外个空地啊，两张命空地后背啊，那做个啦。表我啦，奶做我啦，样板结啊，结个当简单来vụ啊，哈，来講嘢的。哦，你結得到的，你結得到的，我還沒結得，所以結好嘅時間呢就，我好咧，你看喲，你用外國詞出來咧，係啦，所以，咁樣咯，你講緊呢，那個變海河安咯，後尾巷。後尾啊，因為用做個用這個草啊去做誒貓屋嗰種，所以用咯草甸尾、草甸尾，誒，咁正經呢，一般演到去啊，外天演到去行唔出來啊，我就迷宮巷，誒，迷宮巷啲位出太煙呢，乜嘅太煙？哦，鄧麗君係冇？啉小子，咩想聽想啉啊，啉小子，誒，呢度睇啲位咧。生發前莫過啦，哦，所以嘉美時代嘅培養土基學唱歌啊，學唱歌有名啊，我哋鳳飛飛小姐，所以迷宮巷地位咧就鳳飛飛小姐，老母誒，因講嘅帽子歌手就係帽子歌吼，係香菱，係香菱，誒。林嬌鸞，阿鸞，我睇開演唱會，阿鸞個唱唱歌，阿鸞。其實我想搶門啊，喺迷宮巷就去衝，到台門上落嘅後門啊，70公尺哦，公尺。不過台海當陣時，佢好有錢人啊，唔敢去的喎。用，有乜講呢？你睇當時你咪講啊，台海嘅發展啊。大漢溪嘅水運，佢後來人佢講，阮島嘅財產啊是水流來嘅，我唔敢帶老阿厝，國家伊流走，流了啊，兩則事嘅，佢閩南話咧強忍，所以佢後有錢佢唔敢去二流，流太氣，所以佢唔當窗角啊，當窗角，我咪當番樣吼，大家都。你係睇係聊啦嗬，基本呢為大條豆腐乾啊，豆腐乾咧睇係豆腐乾咧請大家説嗬，睇下係啦，哦，看啊，你豆腐乾呢有兩種，一種呢是係你睇係嗬，一種係外地嘅，你其實都看啊，看嚟用水眼，因其實看了，用毛本來先，看來看啊，但係你睇係，毛眼貓先，哦，唔眼貓先，哦，冇強用，冇強用，好啦，本來試地啦，中，好啦，試一地都好，一中一地都好，因為大腸少咧啊，好先嘛，你係用嘅，好食。老闆買毛強，因為佢嘅水有冇，係用佢嗰啲太海嘅水，好食。正經好，老闆正經係毛講，啲水動淺。有人講我焦糖其實比較香嘅，係超香，五香豆乾。咁哪一種係大師嘅豆乾？你係香啱啊，你係香油。好啦，本來試地啦。試地。哇，試地都好啦。我試地。你講嘢我喺7買嘅哦。係啊，就啊！哦，誒，你睇下豆腐乾嚟，烏色啦。哦，烏色啦。呢住看咩？係會豆腐乾係黃色啦。黃色。豆腐乾咯，有乜講咧？因為啊，當時佢發明豆腐乾嘅時節啦，冇變相，保存不方便。其實用啲烏湯啊，去煮個烏湯水，焦糖嚟染色。哦。誒，嚟防腐啊，防腐。咁佢快啲就錯嘅。防腐係，其實網頭啊，做頭獎嘅時間呢，其實讓個五香粉草冇表落去就係咯，所以你食條太海豆腐乾呢，佢嘅味道都冇強咗。佢表面都糊糊
嘿，这风味是不一样啊。你大家莫唔記得匆匆復習咯，哈！今日你啲係客課咧，什麼大家？